为什么入菩萨行论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内容是如意报菩提心。菩提心呢，整个大乘佛法的修学的体系里面，从基础到成佛，整个修行道就是菩提心。除了菩提心的修持之外，没有任何大乘佛法的修行。所以，所有大乘佛法的修行就是菩提心。那虽然呢，关于菩提心的修行的经典论点有各种各样的，但是浅显易懂，深入浅出，从一个初学者到一个智者，看不完的内容，但是一看也基本上可以看得懂的内容，就是入菩萨行论。另外一个呢，入菩萨行论的作者，也就是吉天菩萨，是印度那连陀大学的大班智达，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和菩提心。再加上呢，在藏地有一位大菩萨叫做巴珠仁波切。巴珠仁波切呢，特别的强调了入菩萨行论的重要性，而且他一生的弘扬佛法的事业当中，就是最重要的是传授入菩萨行论。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哪一个教派，入菩萨行论的所有的传承都是来自于巴珠仁波切。那入菩萨行论整个章节有10篇，从第1到第3呢，讲怎么产生菩提心，我们怎么去发菩提心，怎么去累积功德，有因缘有福报，传授菩提心的传承，自己接受菩萨戒。第二个呢，怎么去这个自己一手的菩提心，有时候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相续的有一些脆弱的未成熟的这个一面，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我们心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从第4篇到5、6、7篇，第8到9呢，怎么去圆满菩提心，用禅定和智慧2个来圆满菩提心，最后就是回向。所以入菩萨行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另外一个呢，入菩萨行论的注解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贡巴仁波切大堪布贡巴仁波切的著作。这个著作是根据巴珠仁波切的教言，因为他是巴珠仁波切的大弟子，所以整个巴珠仁波切的关于入菩萨行论的教法的传承和口诀，都是记录在这个著作里面。没有一个比入菩萨行论更重要的，尤其是第7篇里面，第6篇和7篇，还有第4篇、第5篇，都讲非常重要的政治正义和安忍。安忍呢，怎么去？我们就是有更一个宽容的心，能包容一切，然后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情绪和脾气，然后就是一些情绪的管理，这方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出色。所以现在很多的甚至不信佛的西方人也开始关注入菩萨行论。为什么？它里面讲的就是情绪的管理也好，
各方面的教法是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我们讲有这个精神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疾病、痛苦，所以我们就更需要有陆续在这样的一个书来支撑我们。阿弥陀佛，再见。南无